胡慧蘭，我細個喺循道衛理香港堂大嘅，我現在咧就喺循道衛理中心服侍。信仰咧，因為我喺基督教嘅家庭出世嘅，咁係好自然嘅事嚟嘅。14歲嘅時候咧，自己自薦去咗香港堂參加個早堂詩班。咁嗰時逢星期六日就係返教會，同埋一班好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成長咧。咁嗰件係好快樂嘅事。咁所以冇諗到信仰上邊底層嘅生命嘅改變。雖然我喺教會大好開心，咁但係有一段時間我係迷失咗嘅。咁迷失咗15年，畢業之後出嚟做嘢咧，太忙，係冇時間返教會，亦都冇心情，完全將上帝忘記咗啦。頭一份工咧，我係做註冊護士，咁嗰3年做護士嘅期間咧，令到我身心咧好疲累，同埋好大嘅衝擊。咁所以嗰時身體啊同精神或者係情緒方面咧都好大嘅影響，成個人咧係改變得我好緊要。一路去到有孩子之後咧，就覺得唔得，要返教會啦，因為要為着我唔返啫，我個孩子都要返教會。不過就係對於自己生命嚟講都唔係好踏實自己心裏邊咧始終係有一個裂縫，其實有個空洞要填補嘅。咁雖然嗰時嘅事業好順利啦，但係生命裏邊係缺乏，你覺得乾旱咯，係如聖經所講係去到係乾旱無水之地。一連串事件咧令到我返神嘅身邊嘅。我同我先生一齊合作做生意咧，我哋要籌集差唔多1500萬，喺3個禮拜內要將350個工人遣散。與之同時，亦都喺嗰個工程裏邊咧，又有一個好大型嘅工傷，嗰個索償金額都好巨大，又面對官司，又面對咁嚴重嘅財困，係好大好大壓力，好似冇路行啊！到夜晚黑咧，就同屋企人一齊跪低喺地下。有首詩歌講咧，當你雙腳跪低喺地下咧，你就會面對面見到神。神聽禱告咯，咁危機過咗之後，你見到上帝係一路去帶住我哋行。中間嘅歷程裏邊係好多次嘅心知道，我係要緊靠耶穌。去到我自己公司咧，差唔多接近28年嘅歷史。咁後來神喺近嗰3年咧，帶我行上結業嘅路。2022年嘅2月14號情人節，個心情好複雜。咁因為喺3年裏邊，你由20個同事一路遣散，去最尾個階段得返我一個人。其實我冇去懷怨過，我就知神一定有最好嘅安排，但係我哋唔明白。年尾我就入咗循道衛理中心工作，直到今時今日回顧睇返，原來上帝有更好嘅供應俾我。而家喺循道衛理中心做，睇到好多嘅年青人好努力去服侍老人家。年青人同我講，你知唔知老人家其實係最好照顧同埋容易滿足？睇到呢份嘅熱誠，同埋睇到社會嘅需要。而家我有機會有個新嘅視野，而循道衛理中心真係做到好多呢啲嘅社會服務咯。其實循道衛理中心去工作咧，我覺得而家人生係我最精彩嘅下半場咯。以前咧做生意梗係利字當頭，現在呢一刻覺得以前追逐，其實你永遠都會唔夠嘅。我以為我冇咗間公司，我冇咗自己咯。原來因為我失去咗我個公司，神先俾我得着咁多。現在每一天雖然係勁忙，咁但係你睇到一班同事係好同心，一齊行嘅時候，我覺得係充滿意義。其實循道衛理係默默咁樣喺度做咧，為香港市民，即係我都係其中一個受惠市民啦。好感謝循道衛理啦！如果冇循道衛理，我諗我個生命都有幾唔同。